叔叔，你知道这礼拜台北灯节已经开始了吗？哦，我知道啊，今年是东区、西区双主灯、双主场，像是东区就是展风神，西区就是躲猫猫嘛。哇，听起来是非常的厉害。那我们这周就去拍这个主题吧。好。吃完了没？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素素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西门町的6号出口了。那这一次呢，灯会非常的特别，有分为东西区2大主场。那我们西门町的主灯就在我的正前方，待会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。那再来，我也要非常谢谢富邦集团的赞助，它已经是第17年赞助台北灯会喽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一起去看吧。哦，要唱歌啊？好，那我就来献唱了。欢喜锣鼓咚咚咚锵，烦恼传云霄。应该是可以了吧？好啦，那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走吧。是我朋友佑成哎，他怎么在这？去跟他打个招呼吧。嗨，佑成，好久不见。哎，你今天穿得太美了吧？那当然喽，我今天可是东区、西区都是我的走秀主场。你来看灯会哦？对啊。哇，刚好我也来这边看灯会，那我们要不要一起逛一下？走啊走啊。好，走吧。走啊。哇，遇到朋友真是开心。这个灯它的名字就叫做你的初心是最美的光。那它想要展现给大家的意思就是莫忘初衷，因为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小小的梦想，是不是很漂亮？你们看，后面就是北门光雕的位置，它在每个晚上都会有不同的呈现方式哦。那现在我们就一起去看吧。你是不是刚从日本玩回来啊？对啊，我去逛街买东西，还有去北海道滑雪。哇，感觉很好玩耶！哎，我跟你说哦，我最近办了一张很厉害的信用卡哦，叫做富邦 J 卡。哇，那这 J 卡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可以分享？我跟你说，如果你去日本跟韩国11个主要的机场，去它免税店都有9%回馈哦。9%，9%超多的哎！
而且你狂刷它都无上限，你就算刷100万，它一样是9%回馈给你。哇！而且我跟你说，它有17家品牌都有5%回馈哦。例如说我去 Big Camera 买吹风机，然后还有去松本清买他们药妆，全部都是5%回馈，超多的。哇，5%回馈真的是很好用的卡哎。另外就是，如果你在日韩消费，不管是在哪里消费，全部都有3.3%回馈哦，3.3%哎！哇，3.3%真的很多哎！然后佑成，你是在我节目上做工商吗？哎呦，没有，我只是想说这好东西要跟你分享一下啊。好啦，谢谢你的分享，那我也要跟你还有大家提醒一下，谨慎理财，信用至上，好吗？好啦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，谢谢你的推荐，拜拜，要用哦。那其实很快哦，因为记得2019的台北灯节放了才没多久，然后立刻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西区的主灯躲猫猫，它非常的可爱哦，是有一只白色的大猫咪，它在玩像是逗猫棒的东西。那逗猫棒里面还有一只可爱抱着气死球的泡泡鼠。最后它主灯结束之后还会吐泡泡，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的喜欢啊！我自己是真的还蛮心动的，我来跟它自拍一张。休息一下，待会我们就会到东区的主场。好累哦，我的天啊！好，休息一下，吃个点心哦。啊，谢谢谢谢。哇，你们制作单位现在都那么好哦，水还用保温瓶装哎。这也能吃吗？可以。哇，这个很好吃哎。对啊，这也是富邦 J 卡卡有夺奖的伴手礼，这个是脚本，你看一下吧。我看一下。哦，好。那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像这样的伴手礼，你们要怎么得到呢？只要 J 卡核卡过后啊，绑定富邦银行赖官方账号，它就会寄送日本伴手礼的兑换券给你，最多会有4张。那记得哦，在当季你只要去日本旅游啊，刷卡满1000元的日元，就可以拿着你们的 J 卡还有这个兑换券到指定的地点去换这份伴手礼。哇，真的是太棒了！重点是超好吃的耶。这个地方就是 Light Tube。你们看，这边有一只刚雕的大金鱼，哎，是不是很有趣？哇哦！东区的主灯展风神，看看它的外观是不是很酷炫啊？它七彩的光芒好漂亮哦！现在我们就在东区的祈福灯区，那这一个它就叫做世界明珠，是不是很漂亮啊？希望可以世界和平。好，那我们也已经逛完了，现在我的肚子很饿，我们一起去吃东西吧。跟大家分享 J 卡有多好用呢？你只要在深夜时段，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，这时候你到指定的通路呢去消费，都可以享有5%的回馈。但是如果你比较早睡也没有关系，白天的时候你只要到指定通路
入消费就有1%的回馈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一起去选东西吧。好，不需要袋子吗？不要。开启喽！你们觉得这个杯子看起来是不是很高级啊？跟你们分享，你们只要去办富邦 J 卡，你呢就可以得到这个杯子。那要怎么得到呢？就是手刷脸嘛，还新护理我忘了。新护理。这个杯子是富邦 J 卡卡友独享的新护理，看起来是不是很高级呀？唉，太衬我的气质了。用这杯子装起来的咖啡都特别好喝哎。